大家好，我係 Dr. Ho，一位教育心理學家、心理學講師，喜歡研究人類發展、興趣發展、教學同埋教養理論嘅議題。第3集嘅1分鐘好媽媽心理法寶，我想問仔女點解會發脾氣嘅呢？ Frustration 沮喪呢一個嘅情緒，你應該唔會陌生。人喺乜嘢情況下會感到沮喪嘅呢？就係當你努力地去做，期望會得到一個東西 reward，卻喺無緣無故地嗰個東西係冇出現，你就會感到沮喪。當你好努力咁揾到一個 vending machine，俾咗錢之後，按咗掣，但係冇汽水跌落嚟，你會感到乜嘢呢？就係 frustration。當你期望2分鐘嘅列車喺10分鐘之後都冇出現，你會感到 frustrated。你嘅仔女會發脾氣，有2種嘅情況同埋原因。第一就係對自己沮喪啦，第二咧就係對父母感到沮喪。第一個情況發生嘅可能性好低，因為如果冇第二個情況出現，自己應該唔會對自己沮喪。仔女唔會向自己發脾氣嘅，除非佢哋對父母好生氣，久而久之就將脾氣咧轉發到自己嘅身上。正如佢哋唔會對老師感到沮喪，因為佢哋唔知道對老師嘅期望係乜嘢。而通常老師因為有好多嘅 training，知道學生對自己有乜嘢期望，而達到滿足學生喺學業上面嘅需求。仔女唔識得自己去 evaluate 評價自己嘅行為係好定係壞，佢哋都係學習同埋模仿行為，跟住就會變成自己嘅行為，建立自我概念。嬰兒幼童期 BB 咧，對自己嘅照顧者嘅期望咧，就係從照顧者身上邊得到佢哋需要嘅東西，例如係清潔啦、飲食啦、溫暖啦、陪伴啦、學習語言啦、認識呢個世界等。如果父母有緣有故或者係無緣無故唔俾 BB 呢一啲供應佢生存成長嘅東西，佢會感到 frustrated 沮喪啦、憂愁啦，甚至乎憤怒。呢啲嘅情緒都係佢哋與生俱來嘅本能。我想知道 BB 究竟需唔需要睇手機嘅呢？如果你覺得你無需要去滿足仔女每一個嘅需要，請你不妨留言，我哋可以討論一下。我哋下次見。